位乡亲早早，欢迎收看今日10月30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一开始，咱来关心英国脱欧，即马有上新的进展。这是欧盟已经答应要予英国延到明年10月31脱欧。英国首相约翰嘛虽提出讲要提早国会解散，虽讲提前一天下议院无通过，也毋过伊无放弃，继续提案。上新的消息是，在咱台湾时间今日透早4点外，下议院已经通过啊，刷落来要送予上议院审议。 The ayes to the right, 438. The noes to the left, 20. So the ayes have it. The ayes have it. 张神这一届是用法案这种形式提出来，只要简单，多数的人通过就算通过。法案会即马交上议院来审议，假使有通过了后，英国国会就当提早解散。在野党、工党因是讲原则上支持。 假使上议院冇通过，英国就伫12月12提早进行国会解散，因为这时间是较晚耶诞节，加上这3年来英国人对脱欧这个议题已经足深的啊，所以选举的结果会安怎嘛充满变数。 来关心菲律宾的南部明达纳尔这个岛，昨昏是发生规模6.6的地震，而且海甲真厉害，嘛引起崩山，也有一间学校倒去，目前已经知影上报有7个人死亡。传出民众叫声，电火甲窗门一直摇，阁唔惊落落声音。菲律宾南部的明达纳尔岛29早起9点半发生规模6.6的强烈地震，民众惊甲向外口走，唔敢停落来。 地震嘛引发崩山，有人飞行地震，另外嘛有见到因为地震砖啊落伫涂骹，安那插座的厝佮规个倒去，佮有一间学校因为地震教室天棚落落来，落伫学生的桌啊佮椅啊，画面是真惊人。 Paglinog man ni dagan ko yan, nagkatruglag po niya, kundugan na, bundak sa bato. 这件地震佮引发火灾，一间电信公司因为设备着火，造成载火手机信号变少，影响财政回报。政府警告可能佮有小地震发生，请民众都要特别注意，人上好伫外口。记者综合报道。 在镜头等下，咱国内咱来关心，咱消防人员去拍火，却不幸过往。为着避免这款的悲剧直直发生，立法院昨昏3读通过消防法部分条文修正案，把退避权、调查权、资讯权放入去法律内底。未来假使火场内底无人伫内底，无人有危险，安尼消防人员会使唔免入去。 这个月初，伫台中大雅的免洗残躯工厂发生大火，迄当阵工厂内面无员工，但是2名入去火场走找起火点的消防队员，煞伫咧大火当中，互崩塌的物件底掉咧，不幸殉职。为着要保障消防员的工作权，立法院早起3读通过消防法修正案，上受关心的就是未来消防员会当卖执行危险性救灾行动，确定入法。 有一些沟通协调上面的这些问题，党团协商里面都已经处理过了。那这个部分呢，我们就是尊重立法院的审查。消防署表示，伫咧和各党团沟通协商了后，最后通过的版本将4名3权包括在内。除了伫救灾安全的前提之下，现场若无人命危害，会当卖执行危险性救灾行动的退避权之外，嘛规范工厂管理权人要提供抢区的化学品、白面配地图等等抢救必要的资讯，若无相关罚10万。另外嘛，新增加调查权，因为灾害抢救造成死亡，也是重伤事故的原因，应该由 相关机关组成灾害事故调查会。那先调查，我们希望他是，只要是消防人员出勤、受伤、死亡，我们都应该要调查的。就他不会只限于火灾，我们只要达到3个全日，他都没办法回去上班，表示说一定事情有一些严重。消防员工作权益促进会认为，除了资讯权之外，其他征收条文拢是拍一个版本。认为以灾害事故调查来讲，应该是消防员因为受伤3天无法度出勤，都应该调查。未来会继续监督修法了后，主管机关是毋是有落实对基层消防员的保障。记者综合报道。 咱台湾要向美军买66台 F-16V 战机，这条预算即马有法悬啊！立法院昨嘛通过特别条例，顶头写的经费上紧绷，就是新台票2500亿，嘛按算伫2023年会买到头一批。
2029三读通过新式战机采购特别条例，和台湾甲美军购买66台 F-16V 战机的特别预算有法院依据。国民定这届军购所需要经费上限是大票2500亿，军方估计2023年头一批战机有机会会当交机。空军非常感谢各位委员的支持。后续是立法院完成预算审议之后我们空军会依照计划的预算来完成战机的采购专案。空军认为 F-16V 会当保强空防的战力，条例三读通过，更加会当提振士气。因为军方规划 F-16V 战机要进驻台东志航基地，学者分析新战机部署伫东部主要是考虑战场经营，因为中央山脉会当阻隔对华解放军对突破侦测达到创新中的效果。搁再加上资本的 F-16战机部分驻守伫花莲，后勤保养资源更加利便。它有山脉的屏障，所以第一个中共的雷达是无法掌握这边的战机的动态，很难精确掌握。第二个，它跟稍北一点的嘉山基地会变成互补的一个战略的部署态势，而且在中央山脉以东的这边东部会变成一个隐形的逆中走廊。学者讲，最近美台军事合作继续升温，主要是因为川普政府表态加强对台湾军售。美台军购案是建立在安全意义以及对民主自由的价值分享方面。台湾有自我防卫能力，对两岸关系有正面的帮助。记者综合报道。在甲乡亲，咱来去现报纸，咱来看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先来看《苹果日报》，甲劳工食老的生活有关系的退休金，新制劳退基金今年到8月份有赚1876亿，创下历史新高。那继续安尼赚落去，每年688万劳工，平均每一个人会使分到27000多块。来看《自由时报》，中华职棒昨昏举行年度的颁奖典礼，南美国桃园队的朱玉贤今年共出30支，摕到105分打点，打击率有3.47，摕到后半年度的上有价值的球员。来看《联合报》，一个读中兴大学3年的查甫学生，昨透早骑奥多摆，甲伫咧台中甲一台面路相撞，甲赛车的司机甲车留在现场了后，人就走无去啊。这个大学生尾也不幸过身，警方伫咧车顶有超出毒品，这个司机查唔出来投案，伊讲伊有食毒，也毋过无啉烧酒。来关心劳工的权益，高雄军方饭店收起来了后，员工是指控讲店头家、饭店的头家欠因自遣费，甲其他一寡哩哩扣，总共5000万。昨昏饭店这酒店，互法院伫咧点交的时，员工甲资方徛两边伫门骹口互相呛声。就8名前员工尤其被捕条啊，伫军方酒店头前抗议，要求资方还钱。已经停业的军方酒店，会知影高雄地院进行点交。本来员工不完前董事长陈庆辉欠458名员工自遣费和预告工资超过5000万，来到现场和资方人马对峙。不过前董事长陈庆辉却反驳表示，巨债退休金和部分的预告工资已经发放，其他是因为法院的定数影响员工的分配债权。为了就是保住员工的资遣费，但是最终法院说可以了。你们的文件我都收到了，符合，但是呢，我没有钱分给大家，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我完全不能接受的。不过员工所讲，资方是一骗再骗，双方人马伫酒店门口互相呛声。债权的分配，在6月3号就已经分配完了，7月5号才告知我们跟法院去争取，明显在骗我们员工嘛，根本不可能，因为呢。这个拍卖的款项跟扣除掉那个原来他是欠那个外资银行还有欠税还倒扣，现在目前还有33亿左右。公司劳工局表示，刘庆辉已经被限制出境，包括工资和巨债退休金已经拢发放了。自遣费的部分，劳工已经摕到债权证明，预估上紧在月中旬由典藏基金发放。记者李小燕、柯俊准高雄报道。进前南方澳桥断过这个案，嘛引起外界关心渔港的权益。昨昏宜兰县渔港港过去监察院，因讲宜兰县政府甲船头家裤头结小碗，专门咧打压因讨海工人的工会，嘛要求劳动部爱出面做主。禁止大家开会，保
保重劳动三权。宜兰县渔港执法工会代表和成员团体早起去监察院大门口召开记者会，控诉苏澳区渔会理事长本身嘛是外劳中介公司董事长的蔡元良，和路政单位联手打压工会，想要逼退1年级的工会理事长辞职，若无就袂当享有分红等等的福利。要他动员所有的印尼渔工出来对工会抗争，对工会抗议，然后如果不出来抗议的人，就没有红利可以分。工会表示，最近因为南方澳断桥的事件，引发外界关心渔港劳动和生活状况。工会拢是根据实际上的状况，甲媒体说明。但是资方部分认为讲，无照事实咧讲，私底下运用各种手段，逼工会理事长主动辞职。甚至讲，宜兰县劳工处处长吴志宏带队轰炸渔港的时阵，佮当场指示科员协助工会理事长办理辞职的代志，严重违反工会法。居然还有地方劳动主管机关的首长带头做这种无耻的事情。理事长主动跟我们讲，是主动跟我们讲说，他不清楚工会运作的状况，也不清楚为什么工会跟渔会或者船主那么复杂。然后瓦迪诺理事长主动跟我们提出说，他要离开工会。工会强调，地方劳工主管机关若无依法保障劳工的权益，佮和资方联手打压工会，明显违法失职，所以甲监察院依法弹劾。同时间嘛要求劳动部爱须启动不当劳动行为裁决机制，来保障工会成员的权益。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艺术创作者职业工会甲艺文团体嘛头一摆针对食制度的工作者做劳动调查，结果发现有50%的这食制度的人员，因逐个月领无3万块，薪水遮低，文化部讲会来检讨。社会上定定认为，艺术创作制度是贪污者，工会甲艺文团体针对劳动议题做调查，结果显示，艺术工作者薪水低、工时长的困境是有影的。48%的艺术工作者每月的收入低于3万元。那如果说我们用现在大概台湾劳工平均薪资大概是5万元左右的水准来看的话，大概90%的艺术工作者都低于这个水准以下。在工时的部分，平均每礼拜工时52点钟，也超过法定的40点钟的标准。不过，大部分的艺术工作者是以承揽委任的职业形态。也就是讲，无受劳基法的保障。你可能在创作的时候，你同时要身兼布展，必须身兼文字工作，然后你同时还必须接很多的攻读，不管是经验上，或是很多人可能从事不到5年，他就会可能离开这一行。所以呢，我们这一次在文化基本法里头也有做了修正。那这个部分，我们部里头要去定一个文化艺术采购办法，以及受补助的这一些法人团体排除采购法的适用等等。那避免低价抢标。艺文人士也呼吁政府唔通开大钱去迄个网馆，拄做授权费，才让互创作者得到合理的报酬。记者综合报道。咱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咱同款受东北风的影响，伫咧东部、东北部规天拢会落雨。来看上新的温度，今日同款受东北风影响，气象局早起已经针对台北市、新北市、基隆、甲宜兰4个县市发布大雨特报。基隆北海岸甲大台北的山区雨会较粗，日是北部、宜兰、花莲高温是24度到26度，规天拢凉凉啊。不过，伫咧中南部是以起侪云到好天，过到了后，山区才会开始喷雨。中南部高温大约是28度到30度。另外，伫咧南海的热带性低气压已经变作今年第22号的风台，不过对咱台湾无影响。镜头来台中，台中市的环保局发台中火力发电厂6000万，嘛要求改善，而且讲假使若发现规年这用土炭超过1104栋，就会搁发2000万。不过台电不服，讲这是违背进程，甲台中市政府做好约束。台中市环保局12对台中火力发电厂发6000万了后，搁再提出限期令，以台中市土炭管制自治条例到明年1月2号进前，全年的土炭实际使用量要降到1104万吨，只要超过这个数字就会开罚。如果他违反这个自治条例的规定，我们就是开罚，好开罚。那上限是2000万，那当然我们也不排除停工。
环保局指出，台中火力发电厂今年涂炭使用量已经超过1000万吨，呼吁爱调节涂炭使用量，并且已经在10月2日发公文，予台中火力发电厂提醒减40%的目标。109年的1月20号之前的一年，要落实1104万吨生煤的使用量的规定。这个在听证会里面，大家都是很明确、有一致的见解。就算许可证还没到期，我们都可以直接主动帮他办理异动。台电回应，台中市政府原本核发108年2张的许可证，全厂涂炭年用量已超过1600万吨，即阵向通知，敢若剩3个月时间，一日减少496万吨。那是台中市政府执意要来开发一个违反信赖保护的原则，而减少全厂生煤用煤量的40%，则是从明年的1月26号才开始的。没想到市府突然在10月22号就发函给台中电厂，要求明年1月25日前就要减煤到1104万吨，而且可能开罚，这样实在有违信赖保护原则。台电强调，今年估计台中电厂减发度数是去年同期的5.4倍，配合改善空气污染。不过，台中市环保局讲，小涂炭减少量已经放入去自治条例第3条，同时也无违背能源法上位的法规。台电必须负起企业责任，到底来对抗空气污染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来关心黎巴嫩爆发全国大示威，总理哈里里伫台湾时间29日是宣布讲，为着要让这阵2礼拜的示威赶紧结束，伊已经决定要向总统请辞。اليوم ما بخفيكم وصلت لطريق مسدود وصار لازم نعمل صدمة كبيرة لمواجهة الأزمة. أنا طالع على قصر بعبدة لتقديم استقالة الحكومة. 哈里里是透过电视发表讲话，伊讲伊已经向总统请辞。黎巴嫩自这个月17开始，各地就出现大规模的示威，原因是欠钱的政府按算对通讯软体 WhatsApp 扣税，引起民众不满，百姓走上街头抗议，要求政府要赶紧改革，规模未输2001年阿拉伯之春的民主革命。镜头来日本的天皇德仁已经坐位啊，伊刷落来要传互啥人？虽讲日本敢若会当互查甫做继承这皇位，也毋过呢，德仁伊敢若生一个查某囝尔，所以刷落来要安怎？即马就有日本有人做民调，超过80%的日本人讲因有法度接受日本有女天皇。美国有一寡公立学校，因为电火电气的设备较旧，而且内底有毒，而且是致癌的物质，害一寡学生囡仔头会痛，感觉冰白想要吐。其实这状况政府拢知，却因为无钱无要处理。检测人员为生鲜的照明设施采集有独立成本的物件。伫写图东北边门罗设一间公立学校，今年采购家长甲老师检举，为旧的照明设施落落物件，害学生破病。检测结果证实，上过小的照明设施有独立成本，个人体查某囝都是受害者。She would shake and just, oh, it just felt so bad. I know, it's just. 格兰特讲，伊用几6年时间才知影，原来问题是出伫学校的教室，已经互3个囡仔留伫厝的家己学。独立成本有偌毒？台湾伫1979年爆发的米糠油中毒的事件，都是独立成本污染造成的。科学研究证实，独立成本会致癌，可以累积伫脂肪，造成脑部、皮肤甲内脏疾病，卖影响神经、心室甲免疫系统。Because PCBs can affect the neurological system, it could affect how children learn and their ability to learn. It also, because of its effect on the metabolic system, it could affect how children gain weight. 使用真好的绝缘体，1930年，美国的明山都化学公司开始大量生产，嘛应用伫工业，亲像电气设备、热交换器、水利系统，不离过落尾发现危害伤大。美国环保署早伫40年前就禁止生产，不过民众还是伫旧的电器甲照明设备接受到独立成本。美国的公立学校伫奥巴马时代都发现这个问题，不过是因为经费不够，川普政府上台了后，又搁太部分预算，造成问题一直无解决。门罗市未少受害学生的家长甲老师，目前对明山都甲教育当局提告。
那正前伫加州已经有一件个人的案例，伫马里布一间学校强拆掉。记者综合报道。法国有一个穆斯林的负责人陪伊的囡仔去参加学校外口的活动，伫参观仪轨的时，互要求爱甲头巾摕落来，若无就袂使入去。总统马克宏遂发表声明，呼吁各界爱尊重穆斯林的文化。也对抗穆斯林行遐种的标语，民众伫法国一个地方的议会外口替穆斯林发声。法国的穆斯林头巾的争议搁一摆出现。原因是咧穆斯林的妈妈陪囡仔参加校外旅行，参访议会，要求派国民联盟议员奥杜尔用政教分裂理由，要求这个妈妈将伊的穆斯林头巾摕落来，无就爱离开。虽然社会党议长杜飞当场就拒绝，表示无法律规定禁止参观议会戴头巾。毋过叫大人的态度，惊到囡仔抱妈妈一直好。消息传出了后，出现争议。共和党国会议员虽提议修法，甲参加校外活动的家长，嘛加入2004年法案的规范对象。这项法案禁止公立学校的学生穿有明显宗教艺术衫。有节目主持人甲头巾讲是纳粹制服，引起真侪民众不满。面对各界意见对立，法国总统马克宏呼民众莫丑化穆斯林，嘛不应该甲反恐甲穆斯林连结。引发争议的这个穆斯林妈妈，则是伫反伊斯兰修士联盟的帮助，采取法律行动。Oui, nous sommes en train de compiler les éléments qui nous permettent de faire remonter des choses anormales au sein du conseil régional auprès du procureur. Des choses anormales dans les gestes, dans les paroles. Et effectivement, tout cela va faire l'objet d'un signalement au procureur dans la semaine. 穆斯林的衫伫法国早就有争议。2011年禁止服兵的法案生效了后，行路、车站等公众场合，拢禁止用面罩甲任何会当用面罩起物件。这款做法一直被部分人士批评，是过度侵害宗教甲人身自由。这摆事件，佮一摆显示法国社会对这个议题意见无同。记者综合报道。镜头等下过来，地方放上头，咱来去嘉义县的义德乡东公村、甲东营村，用甲大塘市场真活臭毛毛。嘉义县政府已经发过几若摆啊，即马大塘已经有改善甲有下规定啊，也毋过是周边的村民嘛是讲效果无介好，也是望因刷走。对跳市场排出来的放流水回收使用来灌溉食物，大塘华内跳市场设计雨水含污水的分流设施，修改人工水沟啊，跳市场四周边嘛运用高压水无毒槽，希望会当用零排放污染的要求来解决地方民众对污染的困扰。可以全量的回收，就是560吨每一天。除了这个早扎早艺能够把所有的这些废水资源化之外，另外最主要的，我们也会在我们的畜舍的臭味的改善上面，我们会去做我们应该要尽的一个责任。华内跳市场目前总共饲11000只猪仔，因为臭味含废水排放，长期予附近的村民真情抗议。今年8月进前已经开出6张的罚单，罚款有100多万。针对跳市场的改善，村民嘛是认为改善有限，希望一定当搬走。改善还是有限啊，我觉得还是要一劳永逸，就是直接迁长就对了。有小可改善，但是你若南方来的时候，阮来足臭啊。进前无几日嘛，那是嘛，佫非常臭。天气改善，唔是因改善，天气透北风飞迄边去，唔是伊咧改善啦。环保局在华内养殖场视察的时阵表示，华内跳市场目前是全国头一间零排放的跳市场，一档会当回收11万吨的放流水。未来会参考这款的标准来要求县内其他的跳市场，希望会当降低跳市产业所带来的污染。记者综合报道。那伫台南的仁德公所，伊是甲庄仔头内底一间低价古厝改装做专门伫卖麻油的客栈，嘛甲古厝边仔的旧低调，即马适合乡亲会当伫遐食茶开工。庄仔厝、庄仔遐保留永存的建筑风格，这是台南仁德中州里超过1甲子的地价古厝。当地仁德虽然种麻啊是介出名，不过永存收成了后，就爱早半点钟以上去到安定或者是西港去加工。去年地价古厝经过社区改造了后，设一个低温转油机，正做麻油客栈，让附近的农民更较利便。这个案啊，实际上咱市政府都发局内底啊，今年都开始来主办啊，咱这个绿社区培力这个工作吼。
啊，今年度啊，拢总才要补助20个社区啦，吼、啊，咱这个中州里啊，中型社区也是速度上紧的啊，第一个这个启用的这个这个作品啦，社区规划师和地方居民沟通了后，发现转样的过程较了时，农民伫遐等的时，拢无所在通好去，所以就决定将麻油客栈边爬远的低调又古迹变做是休困的场所，让农民会使哪等哪点伫咧遮泡茶开讲。阮这个麻油客栈，我希望是一个产业。因为产业才有法度支持社区继续发展啦。经过1个月的整修，地价古厝旁远的低调，即阵有新的活力，也让游客有机会来中州里了解做麻油的文化。记者综合报道。南投埔里一心社区真用心，呼吁台湾白鱼这一款种，嘛发展生态农村，而且甲德国一个真出名的生态农村结拜做姊妹仔村。德国迄一边的村长嘛有带队来交流。南投埔里一心社区最近几冬正骨来做白鱼的服务，去年得到水保局金牌农村的肯定，正做生态农村的指标。德国金牌农村班若德村村长特别来参访交流。他们是以生态为主的一个社区，他们那边的生态非常的好。那加上我们这边也是白鱼的生态非常好，所以我们让他了解到白鱼的生态，然后为什么会在一心社区里面栖息的那么好的一个原因。社区也特别招指定德国朋友体验服务白鱼的过程，安排因整理生态池，阁有参与鱼仔的港七工课。Ich sehe auch die Parallelen zu Benroth. Wir haben ja auch ein Biotop. Da leben allerdings keine Fische. Und ich finde das wirklich eine super Sache, dass sowas wieder eingeführt wird, dass ein bisschen darauf geachtet wird, dass man Lebensraum für Fische wieder bekommt. 德国班若德村也是以生态出名的农村，和用心发展生态农村的一心社区交流，双方拢学到真多。Wir bei uns in Benroth haben wir auch ein Biotop. Da kommt es allerdings momentan mehr auf Pflanzen drauf an und nicht eher auf Lebewesen. Aber das finde ich eigentlich auch wichtig, dass wir das bei uns auch noch mal einführen würden mit Lebewesen, mit Fröschen, vielleicht auch mit kleinen Fischchen. 咱的好的所在其实足多，透过这个的交流吼，咱嘛会当甲岛国迄头因的好的经验吼，也会当透过一心社区遮学习了来传承给咱其他的社区安尼。除了了解台湾白鱼的服务，指定德国朋友嘛来卡白笋田体验采收甲熟悉埔里的特产卡白笋。埔里镇长希望透过这摆交流，会当甲好的经验传承给其他的社区。记者综合报道。那伫屏东的薰草场，才有保存目前咱国内上界大台生产薰的炉啊，也有基座。顶一阵啊，屏东咧办台湾设计展的时，有开放互参观。但设计展已经结束啊，薰草场未来一冬，嘛改做大博览馆来推广文化甲艺术。伫1936年所起的屏东薰药厂，历史已经超过1甲子。2017年专区列作历史建筑，除了中山堂整修后捌办过展览，其他区域拢关起来。进前为着配合2019年台湾设计展，屏东薰药厂开放参观，嘛吸引真侪人来遮行打。就是学生、家长这样的团体来进到烟叶厂，那也让他们认识到说，原来在屏东市有这么保存完整的一个烟叶的工具。第一次这个原来是很封闭的场域能够打开给大家看见，那也引起了非常多的回响。屏东县政府文化处表示，屏东薰药厂见证日本时代到70-80年代台湾做薰工业的过程，部分机器和空间嘛保存甲真好。加上建筑是工业风格，伫开放的期间。嘛，加做网前翕相拍卡的好所在。烟叶厂目前的部分，我们是获得文化部文资局的再造历史现场的补助，再利用的部分，我们希望能够用大博物馆的计划来进行它的活化再利用。那也会希望能够有一些公共服务跟商业服务的空间。县府讲，因为争取到文化部的经费补助，薰药厂会封闭一栋进行整修，未来按算规划做屏东大博物馆区。希望薰药厂通变做推广文化艺术上好的平台，带动附近区域的艺文、休闲娱乐和经济发展。记者综合报道。
政治消息来关心，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讲，总统蔡英文甲一寡民进党几哪个县市长，拢生做白个碰皮，互外界质疑讲韩国瑜是摕人的外表伫做文章。总统蔡英文应讲，会晓做代志袂，甲外表无关系，嘛口说韩国瑜讲，上无阮袂困到中昼。过40天，再一次有总统亲自校阅大型农业机具。早起蔡英文总统来到桃园农业改良场出席大型农机具展，致辞的时阵表示，政府已经投入8亿补助小型农机，嘛提供价利贷款，宣布搁再投入8亿补助大型农机，带领台湾农业走向智慧化、省人工的现代农业。若是针对媒体问到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批评总统蔡英文肥软，都连郑文灿甲林佑昌等人拢予伊攻击，蔡英文嘛回击讲，敢会晓做代志，甲外形无关系，嘛笑笑讲，上无阮袂困到中昼。我们这里就有一个第1名的直辖市长哈，那我们看到这个最后1名的直辖市长来说三道四，我们第1名的直辖市长，我们让他讲一讲好了。陪总统儿童市长郑文灿嘛讲，韩国瑜搁失言咯，希望韩国瑜会当以流汗代替喙烂。伊认为选总统毋是喙烂比赛，嘛毋是操蛋比赛，希望台湾选举会当回来正七面和国家愿景。我是喜欢做事，乐在工作，懒惰跟我是绝缘体啦。那其实一个好的市长就是要用汗水来赢得尊重。行政院长苏贞昌是呼吁选举上好莫做人身攻击，爱韩国瑜家己甲站在的。选举无论怎么样，最好不要做人身攻击，尤其我觉得对女生用身材评论人家，实在很不当。对韩国瑜口说民进党近摆若选举，就摕雇主权当作施政不力的肉店。蔡英文嘛呼吁韩国瑜莫用轻慢的态度面对。伊强调，今年初中国已经提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主权确实已经面临严重的威胁。若无主权，就无法度守调民主甲自由，做伙保卫2300万人共有的主权，莫被剥夺，这是上要紧的。记者综合报道。若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继续在中华拼选举，针对韩国瑜讲蔡英文白泡泡个碰皮引起批评，韩国瑜嘛应讲，伊的意思是咧讲民进党执政袂使大家分甲食甲又洗洗。干了袂使做总统。甲六人党的戴荣仪我加落来向前好彩头，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听基站心声的旅途，29继续来去彰化，再去前往花大乡的郭金园甲农民来座谈，认为农村甲渔村需要有新的部分来加入来，嘛搁一再强调讲台湾农渔产品外销的重要性。台湾的农产品、渔产品一定要在30%左右要外销。那有了外销之后，农民渔民心中价格他就知道一个支撑点，因为你没有外销，你没办法比较。韩国瑜伫果金园甲柑仔板落来直接掰开来食，表现出亲民的形象。毋过伫咧前一天的行程，伊煞批评总统蔡英文甲立营县市首长拢生做甲真碰皮。韩国瑜伫29早起并无来回应，颠倒是陪伊走行程的彰化县长王惠美是斗相共来替伊讲话。他的个性就是直话直说，比较不懂得修饰，但他的意义应该是在讲说蓝绿的资源差异差太多了啦。毋过韩国瑜29下晡去复兴乡和安公参拜时阵，面对媒体一直来解问，总算是做出回应。过去几10年来支持民进党的所有的乡亲，这一次讨讲较清楚，把脑袋打开来，民进党执政不能够吃香喝辣，也不能够派系分赃，也不能够贪污腐败，要真正的为人民来造福。所以我用这个比喻。面对外界质疑，伊讲唔对话，韩国瑜并无来回失礼，而且搁一届来批评民进党。伊讲这半个月听基站心声的旅途，伫中南部真侪县市拢听到讲原本支持民进党的民众反映讲生活是过甲真艰苦，所以伊才会用这款的形容词来讲。记者综合报道。明年的选举要拼总统嘛，要拼立委。台北市长郭文哲带头的台湾民众党要拼立委，而且嘛划出3党无过半届主张。也毋过市政府的顾问蔡碧如接受媒体访问的时，伊说讲郭文哲当地安排2024年的总统大选，而且嘛讲郭台铭讲会斗3天。针对这件代志，郭台铭这边是应讲世间事真歹存在。
台北市长郭文泰伫2年市长了后的下一个目标，敢是2024选总统。伊的幕僚蔡碧如早起伫广播节目内底，也了郭文泰当日布局2024。下晡市议会市政总质询，拿亚市议员拢认为郭文泰有2024总统梦。2024参选总统的梦吗？睡饱比较重要，不要做梦啊！我先发表他的言论与本人一切无关的话。蔡英文如果连任的话，一定会清算你。那你现在又提前说你要选2024的话，那不就是让所有人趁早把你打死吗？会不会担心这个？会。郭文泰否认，伊阁强调讲，这个讲法是扣分，伊从来无甲郭台铭讨论过这个话题。蔡碧如伫节目内底提早讲2024总统议题，伊阁讲，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嘛有意思要来斗相共。因为他不选了，所以他就有点对不起柯市长。那如果那个市长在台北市长任内做完2024，如果他还有要那个往前进军那个总统府的话，那他如果还有心有余力，他也可以帮忙。2024郭文泰选郭台铭无要选吗？两个人敢是早个已经有共识。郭台铭发言人永龄基金会副执行长蔡庆如认为，世间的代志真歹讲。世事难料，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大家也不知道。那是不是等这个2020这一关过了之后，我们再来说？所以2024是郭董的下一个人生开始。应该是要这样讲。我觉得很多事情就是墨菲定律，也不用把话说得太死了。台湾卫生公布第一波立委提名名单，蔡庆如代表郭台铭出席，讲大家拢是友军，嘛因为郭家军目前敢若剩李正颖参选区域立委，11月初9伊要成立竞选总部，郭台铭甲郭文泰拢会出席，两个人敢是会讨论着立委提名名单，外界拢咧看。记者郭彩阳、刘志嘉台北报道。生活宝贝来关心住伫较庄卡的是大人，若准着感，因为交通无方便，拢无法度稳定去接受治疗。台湾癌症基金会就做一份调查，显示讲东部、南部，家己骑奥多巴去医生看的癌症患者有70%遮尼悬，嘛因为交通较无方便，放弃治疗的嘛较侪。住伫宜兰县大同乡山区叶县市有食道癌，登去病院看医生的时阵，常常拢是顺续坐别人的车，也是坐客运车来回。大部分早上7点半就坐公车，下午的话就坐3点半的。像我们路程比较短的吼，都没有位置坐。若是坐客运的无位通坐，单抓一摆就要徛点外钟，对病人来讲是真辛苦。为了了解癌症病人城乡交通差异，台湾癌症基金会对全台进行问卷调查，显示南部地区有72%，东部地区有61%的病人拢是家己骑车登去看医生。来看一下北部地区，患者骑机车看医生的比率只有9%，有86%的北部患者拢会去坐捷运，也有公车这的交通工具。其实是很心疼的发现，这些银发的长者呢，他要去就医的时候，居然大部分是骑摩托车，不仅是体力上面的挑战，还有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危险。问卷结果也显示，东部、南部地区各有将近70%的患者因为交通不方便，不出现中断治疗的想法。基金会指出，就诊率较低县市死亡率就相对悬出真多。南部癌症死亡率比北部悬出37%，东部比北部悬出44%。虽然台湾无大，不过患者的就医之路、城市甲庄卡的命运也是真无共款。记者自红报道。另外，台中风道老人基金会嘛有针对都市区以外超过65岁的老大人做健康咧听敢有各样的调查，结果发现有70%健康加减拢有较重，原因是咱的国民在国内较少伫咧做听力嘅检查。甲昨天去刮起哩，查公就算讲伫精彩环境内底，麦当听到对方真细声的讲话。安尼你敢知着？安尼就听。查公今年88岁，2当前开始发现家己听力有问题，10句敢若听到2句，连接一个电话拢有困难。即马一切无问题，啥拢会当听甲真清楚，互伊感觉足欢喜的。10句听咗2-3句尔，接电话都免迄个啊，都听有啊，随接袂到啊。
台中红岛老人基金会，今年5月份开始，对北台湾的宜兰到南台湾的屏东，针对偏乡的老大人的听力进行调查。第347个受测者当中，243个人有听力的问题，比例是要到70%。每10位里面有7位，那其实它也是高于就是世界卫生组织的那个一个公布。通常就是在于第一个是说人际关系的互动，这是最常先发生的。这个数字甲世界卫生组织2017年每3个老大人有一个听力损害的比例比起来是较悬。专业的听力监测书指出，台湾都会区的比例甲世界卫生组织的数字较悬。不过，这个试验的数字表现出台湾偏向老大人的听力损害的状况，除了自然老化的原因，长期无去注重耳仔，还有听力保健，拢有关系。1万人的这个数据里面啊，跟世界卫生组织比也是比较高，但是我们没有那么高，大概到40%。同到现在以今年的计划，大概都是在偏乡。就是偏乡有一些他没有注重到他的健康，尤其是耳朵。一般正常的听力会当听到25分贝高频左右的声音，平常时讲话差不多是50至60分贝。不过听力损害的老大人却必须要到70分贝左右才会当听得清楚。红岛基金会指出，听力损害可能会致使老大人来发生意外、脑部退化，还有家庭关系恶化。建议老大人要注重听力保健，厝里的人嘛要加注意。记者综合报道。文化新眼界来看，家己有志的少年的团队合作台湾电影学校，引带当地在地学生甲乡亲做实地调查，了解老城市的文化，嘛做伙改变社区，甲一寡偏远的所在展现过去的光彩。10点公司台语台青春咱的帮节目，对这少年家，咱来行脚到。当年台湾电影学校会办济课程，营队带家己在地学生甲民众了解地方议题，亲像天基路高计划和城市翻新等等。田野学校在嘉义本身是，其实在概念上，我们是把嘉义当成整个区就当成一所学校，然后哪边地方有发生问题，其实就是我们学习的现场。这少年人徛伫23.5度的北回归线，创造人侪人生中的头一摆。像讲头一摆行伫天基路边，和阿伯阿姆开讲，头一届甲外地的物件变做美丽艺术品。透过咱对即马现况的一寡了解吼，有一寡社区在地的资源，还是讲在地的问题，透过这个铁路高架的这个过程内底，会当起来讨论出来。阮遮的居民因认为讲吼。改走下来，他们觉得不可思议啦，在他们想象当中，因为他们好几年前的讲，这个就已经把这个地方改些所在放弃啊。遮的人大多数是来自外地，过去捌伫家己读册生活，因运用家己的专长，互社区有新的活力，互他乡正做新故乡。我觉得那时候画的图真的超酷。阮的角度是伫后壁咧角杀个，就是看因会使徛出来。阮的想法是，阮若做一点仔有互因有一点仔动力的话，阮就是知足啊。台湾电影学校用谦卑的心向土地学习，这群少年人透过劳动体验人生，嘛对家己产生新的认同，继续伫遮书写青春的歌诗。记者吴定武、柯宏尧采访报道。世界真心色来看 ，Turkey 有一个查某的唱水运动员，过去就创造真侪世界纪录。最近伊伫唱水的时，头尾100公尺拢唔免换开，佮创下新的世界纪录。今年34岁土耳其自由唱水女选手伊莎卡·厄库曼，先数一口气唱在水底，用稳定的速度唱水向前。伊的目标是比旧纪录90公尺，佮要增加10公尺。对这项百米唱水的挑战，伫半路拢无起来换气，水底下也无任何的骨手帮或者是水柜卡补助。最后伊挑战成功。将做全世界第一位伫个山洞内面无换气唱水100公尺的女性，也创金氏世界纪录。Yani ben çok heyecanlıydım girmeden. Nabzım hiç düşmedi. Normalde düşük bir nabzım lazım. Ben epey nabzım yüksekti ama çok önemli bir amaç için bugün dalışımı yaptım. O yüzden şu an mutlu ve gururluyum. Selamı da çaktınız. Evet. Yani zaten bizim Mehmetçi'ye ithafen, Cumhuriyetimize ithafen kırdık bu rekoru. 对自细汉就下久的厄库曼来讲，要完成这项挑战无容易。伊所经的吉林德尔这个洞是伫土耳其南边，是伫1999年才互人发现。
经过看家推测，伫冰河时期就已经存在。台面的空气正薄，水的温度也正低。严过伊讲，伫9年前就打算要挑战，伊家己有真一项畅水的世界纪录。去年则以1分58秒，伫咧无任何好助之下畅水65公尺，创女性伫咧活水域的畅水世界纪录。奥古曼讲，即边除了成功创今时世界纪录，也互全世界知影土耳其有1日的畅水家上好的设备，也要利用这个机会行销土耳其这个真有名的党。最后，伊甲团队伫咧党内面提出土耳其的国旗、国境军礼，这也正是土耳其运动员最近伫咧国际体坛正受争议的举动。记者综合报道。俄罗斯南部有一个庄仔头，内底有一栋真特别的厝，伊是用歪矮的酒干起起来厝。厝主开20档的时间，用12000支酒干起厝。这间酒干厝即马嘛正做当地的观光景点。伫壁边有真侪酒干为正面看，每一个干拢摆了真侪，又阁有设计感。这间用歪地酒干起的厝，伫俄罗斯南部的克林湾，厝主是一个泡鸟的男子萨维尔耶夫。Идея так,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у меня только за брата выпивали, складывали в кучу, набралось там штук 500-600, наверное. Ну и решили, думаю, куда-то надо его это самое в дело. Ну и решил, ну а тут как раз и брат у меня умер. 原本敢是想法，伫萨维尔耶夫的兄弟过用了后，变做实际行动。伊先用600个酒干伫外口起围炸，外形甲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的饼有淡薄型。Все спрашивают, как, говорит, тебе живется за Кремлевской стеной? Я говорю, весело живется за Кремлевской стеной. 这个围墙嘛，互萨维尔耶夫的想法出名咯。当地民众拢摕歪地酒干送互伊，伊起20年，用12000个酒干拍地基，起厝、变锁，搁起酒吧。毋过出来的人其实无遮尼介意。Забор мне не очень нравится, потому что я бы лучше цветочки там выращивала, а он все закрывает. Ну, раз мужу нравится, я, так сказать, в другом месте цветочки выращиваю. 用酒干起厝，毋若趣味省钱，嘛真好维护。伊起的酒干厝，即卖已经变做观光景点，不少游客拢会来到遮。虽然萨维尔耶夫讲，伊袂阁甲厝变阁较大咯，毋过最近改提年轻来做花园。虽然讲伊有花啊，毋过创意却是拢无停过。记者综合报道。环境爱关心，来去非洲看大猩猩，因为伊这族群数量在减，险要节省。随望这10年来，国际保育团体甲政府有在合作，所以大猩猩的数量有在增加，已经对680只增加到即马有1000多只，也毋过因的生存同款受到威胁。这是位伫卢安达的黑山国家公园，负责追踪山地大猩猩的孙镜，嘴内底发出的声音，因的目的是要用这个频率的声音来安达这大猩猩的情绪。嘛，因为记者翕相，你惊惊到咯。From here, I can see the gorillas are busy for eating. 比查维拉甲同事正伫进行的工作叫做极端保育，也就是彻底追踪每一只已经知影的山地大猩猩的形状甲状况，互因定期做健康检查。若是有受伤的，爱赶紧来处理，以免受到感染。That data sheet we feed it every day. We record every activity in the gorilla every day. 当年若是有拄出事的细只大猩猩，也相款爱定期列管。See, there's a baby behind. But that baby is on the list to be named. 大猩猩甲黑猩猩共属灵长目之下的人科，那体型是灵长目内底上大只 ，DNA 排列甲人类有98%共款，甲黑猩猩拢被称作人类的远亲。过去几10年来，保育工作主要对象是分布伫卢安达、乌干达甲刚果的东部大猩猩。因内底东部低地大猩猩的族群数量超过16000只，离山地大猩猩数量减少真多。10年前的统计显示，只有680只。
已经过身的美国动物学家戴安·佛斯在死前，在1967年开始推动大猩猩的保育计划。1978年成立基金会，一方面在各国推广保育教育，一方面甲非洲国家来合作，请巡逻警察来追踪每一只的大猩猩。If we manage to preserve the habitat and keep doing investing our daily efforts in the conservation of that species, I think that population has a future. 10年了后，这阵山地大猩猩的族群数量对680只增加到超过1000只。研究大猩猩的专家指出，这是一项真了不起的成就。也毋过，这人类的远亲也是真需要保育工作者投入真多资源加关心注意。记者综合报道。另外，伫非洲的辛巴威上大个野生动物保护区，最近因为靠岸欠水大批批，2个月以来已经55只大象枵死餓死。毋过因为迄个所在连人拢食袂饱，所以嘛无钱去乌水井，互大象有水通啉。这款的悲剧，恐惊也会继续落去。象倒伫涂骹袂顶袂当，伊毋是咧休困，嘛毋是不幸被人偷拍啦死去的，伊是枵死的。过去2个月已经上无有55只象，伫非洲国家辛巴威上大野生动物保护区万界国家公园，因为欠水欠食不幸死亡。原因是性因现象引起的靠岸，真侪象的遗体拢是伫水井附近去发现的，因死去之前是真脆大，毋过水井则拢是大的。We expect the situation to be worse because we are now moving into the more drier time for this country, which means October into November until the onset of the rains. 除了无水问题，这象还有另外威胁，就是空间不够，该当负担差不多15000只的环境，即卖象却超过5万只。严重破坏国家公园的环境，变做是不欠缺恶性循环。为着要找水加食米，部分的象走出国家公园到附近的庄仔头，对农作物造成破坏，甚至伤害民众。今年到目前为止，已经有20个人死亡。国家公园知影原因，却是无法度解决，因为辛巴威这几年拄着经济危机，无法度顾着保育工作。That's why we've been saying to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Yes, these are our problems. Allow us to trade, allow us to derive some benefit. Because believe you me, if we had the resources, it means we'll sink more balls, we'll drill more balls. 国家公园提出出口象甲开放拍啦，化解目前困境，毋过则受到真侪野生动物专家批评，认为小象离开上群会有心理创伤，国外动物园的生活环境嘛无适合。伫无完全计划情况之下，辛巴威象集体死亡危机恐惊继续变大。记者综合报道。天气报道在来关心天气，今日同款受东北风影响，伫咱的东部、东北部规工拢会落雨，中南部是以起侪云到好天，过到了后山区才会喷雨。来看今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20度，上悬26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1度，上悬29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2度，上悬30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1度，上悬28度；外岛的温度是20度到27度。感谢乡亲收看今日公视第2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